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北金华社案涉犯受乌西，甲道理的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德反映裁定无报请回，政府市长裴景生羁押禁见。总统赖清德伫电视访问强调讲无限贷令，讲中央银行只是提醒银行贷款就要注意。早起中央银行嘛招银行开会讨论。宜兰头城唱歌暗时举行，今年计共有12队参加，13座的高节已经看到鱼肉粽等制品，准备好势咯。咱先来关心金华社案涉犯受乌西佮道理的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德，获检方声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今仔透早3点外裁定郭文德无报请回，也毋过台北市的前副市长裴景生是互羁押禁见。郭文德伫透早行出地方法院，嘛向支持者表示讲，伊这2天受到真侪压迫甲虐待，嘛强调讲金华社的良知力伊毋捌过问。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无报请回消息传出，但背期激动流目屎，支持者大声欢呼。郭文德发表谈话时讲出心声，除了感谢支持民众，也多谢法官强调所有压力。佮较表示，一直到今年34月才头一摆知影，金华社用这类840%，目前所有证据无法度证明伊有干预过。在这2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所有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当年在送公开展览以后，再转送都委会、都市计划委员会以后，我完全没有去过问。对郭文德讲，检验查考手机甲硬碟，佮摕内底的资料去编故事，家己伫这2天会当讲是真防压迫甲凌迟。民众党副秘书长柯富表示，检方当70点钟的审问，以 A 案问 B、C 案，想要互人直接进行，社会大众拢看伫眼内。也毋过伊也表示，并无使用司法迫害公法。我们没有用司法迫害这样子的说法，但是我们尊重检方他的作为。可是一旦我们认为说有逾越或是侵害我们相关的权利之后，我们也要捍卫我们自身的权利。民众党发出声明，绝对袂提究，会为捍卫郭文德的清白奋战到底。那条议员是当街批评。柯文哲从自己亲签金华城的公展，让金华城可以准用都跟荣奖的，所以柯文哲什么都知道，只是他在装傻，他在装笨。金华城的容积的问题，都是在柯市长8年任内，一路让金华城从392到840啊，这不只是司法的问题，也有政策的问题。放言表示，郭文德并不是都委会的与会人员。家己本身也无相关专业，伊主张相信专业性，佮多数决的都委会决议。检察官基前无法度认定郭文德犯罪嫌疑重大，所以裁定无报请回，有缘会当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方法院认定讲，前副市长裴景生牵涉到道理甲受乌西，金额各拢正大，有逃亡串证的疑虑，所以裁定讲羁押禁见。法院指出讲，佫有一个关键的共犯，逃亡中的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这个当年请假是请到9月7日，邵秀培嘛强调讲，伊无落跑，是检方无约谈。另外，金华社讲需要先停工咧，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等到案件起诉判刑，再依法处理。牵连金华社案，将台北市副市长裴景生以被告的身份访约谈了后，已经伫地检署甲法院点59点钟，结果法院规定裁定羁押禁见。7日透早4点外送去台北看守所。我们蛮讶异这个结果的，我们会看告。洪富身体状况跟他心情，他可能自己也蛮讶异的这个结果，对。他身体状况，身体状况，刚刚看他蛮难过的。其实规定进前，裴景生的身体捌无爽快，洪介互送病院，即马去互收押。台北看守所表示，只要人有无爽快，就会协助安排互医生看。羁押的几啊项理由，包括法院认为讲，裴景生是都委会会议的主席，伫专案扮演高层的角色，道理甲乌西的金额拢真大条，涉嫌犯收乌西等等的罪嫌重大，而且有关键的共犯。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那像畏罪潜逃，认定有串证的疑虑。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金华社案表示备端，
为国民党议员应晓薇、威经集团主席沈庆京，即嘛甚至裴金星拢去用其亚禁见，也若当咧改建的金华城，外界嘛关注敢会成停工。一切一定是事实到哪，我们就一定办到哪。那当然，如果后续整个案情的发展，我们会持续密切的关注。如果有起诉判刑确定，就会依照违反都市计划法来要求停工。面对市府的员工去用指控心虚要逃走，周万安替伊讲话，讲这个姓邵的同仁按规定请假到9月初1，初2搁临时请假1天。对方搁讲检练无约谈，即马去予检方认定是共犯，敢无相关的处置？市长表示，政风处已经主动联络，掌握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新会期哦，今仔开始报道，哪里党团拢表示讲会1胜1民生法案优先。民进党团是强调讲望朝野合作理性谨慎来审查预算，国民党团嘛强调讲会来严格监督。民众党团是呼吁讲立法院长韩国瑜爱赶紧来召开党团协商，提前来开始开会。民众党立委斗阵将一位立法院报道9月初2是新会期报道日，因为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先含天花城顶风波，外交官沈三郎来代理党主席，不过强表态无讨论党务，民众党团运作会正常进行，已经发函请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召集党团协商，延期提前开议的日期。我们已经正式的发出了党团协商的请求给韩国瑜院长，希望韩国瑜院长能够及早召开党团协商，及早确定开议日期。新会期外界关注，朝野立委会优先推动多一寡法案。国民党团表态包含学生辅导法、推销者保护法、在违法、老人福利法、就业服务法、消防法等经济民生法案会优先推动。民进党团是表示，多经条例、社会救助法、学生辅导法、消防法、体育甲运动发展部相关的4个组织法，拢会列为优先法案。不过希望高度政治性的期限，比如选罢法、宪法诉讼法、在会法等，伫无强势进程，唔通强推。朝野合作，民生优先，也希望在民生优先的前提之下，不论跟白跟蓝，我们都愿意合作，只要是符合有社会正当性、福国利民的议案，秉持着说要为人民看紧荷包。未来我们一定是严格来审查这个预算如果在过去执行绩效不佳的相关的预算，会予以减列或者去冻结民众党团这礼拜会开记者会，公布优先法案名单。另外，法案推动刑事甲南亚合作，民众党团表态会秉持理性不失，不是亲疏远近的态度。因为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会审查114年度总预算，也是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长杜英泰第一摆编列的预算。朝野会如何攻防总预算案，人事动议权，外界拢在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新的交通部长陈世凯今仔上任，外界批评讲伊无交通专业伊是回应表示讲，部会首长上重要能力是沟通协调，佮有领导力望讲大家当来看伊的表现，才佮予伊指导。伊嘛讲伊任内的重点是人本交通，佮有便捷台湾。伊嘛呼吁讲，中国应该赶紧开放团体，会当来台湾观光。为交通部代理部长陈彦票手任接过应讯，陈世凯正式接交通部长。针对外界质疑伊并不是交通的科班，相关的经验无够等等。伊讲伊无少年不过伊的优势是沟通协调的能力。作为这个部会首长，最重要的关键的能力，我认为是沟通，我认为是协调，那我认为是还有领导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陈世凯表示，上任了后，伊会拍拼推动人本交通便捷台湾，会甲地方清点交通的问题。另外，各界关注的观光嘛是伊施政的重点。也若去中国旅游禁团令当时的解禁，伊认为关键是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去的多，来的少，竭诚的呼吁这个大陆方面能够赶快紧速的开放中国的这个旅游的观光的人士可以来到台湾。也若29年无起代替车票的计数，可能伫下半年来调整。前部长李明嘉捌指示。代替公司伫9月底进前，爱提出票价调整的方案。陈世凯讲会延续前部长政策的基程，兼顾代替永续经营甲民众的需求。再去伫交接典礼，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金德也鼓励陈世凯会当贯彻府院的政策。总统竞选期间，那么陈部长是担任竞选总部的发言人，非常这个了解整个未来要推动的政见，赖总统要推动的国家希望工程的内容。陈世凯在交接典礼了后，随参加交通部部务会议。伊讲交通部爱处理的问题真多，包括起新的航站、高铁延伸，还有车路安全的问题，拢是需要关注的。这问题清点了后，会一个一个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第11号风台摩羯风台昨暗形成，气象署表示讲，目前一切路线是往广东的方向未入入台湾。受到风台的沉降作用今仔台湾各地头天气是拢真热热。另外，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拜二到礼拜，台湾各地雨水量卖较高。高温无云的天气，家伫路边的民众实在有够热。气象署表示，受到摩羯风台的沉降作用，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拢是高温气热，尤其是大台北地区上悬会来到37度。由于台风在我们的南方，所以台湾附近除了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些外围环流遇到地形，可能也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高温。除了高温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未来嘛是真无稳定。拜二甲拜五，台北、中南部甲东半部会有短时间的阵雨。从明天的晚上一直到接下来周三、周四，甚至到周五，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北海岸地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间歇性的短暂阵雨出现。也若摩羯风台未来路径变化，气象署表示，目前风台伫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向广东方向行，未直接影响台湾。不过，气象署提醒拜四了后，台湾海边会有长影发生，提醒民众莫去海边较安全。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9月初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一场纪录片的发表会。这纪录片的主角黄建志是国军唯一一个得到国际认证伫水下拍电久的人员。总统致辞的时是肯定水下作业大队，拢伫真困难的环境顺利来完成每一项任务，来守护咱国人。我跟他说，国家需要你，你不要离开部队。他说好，我给他一个热烈掌声。这种好人才一定是民间挖角的对象，但是非常感谢黄建志上士能够基于国家的需要，愿意为国效劳。记得在嘉义 F-16坠机打捞过程中，看着岸上家属着急的面容，让我内心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促使着我不断的努力，永不放弃的完成任务。F-16战机失事的搜救还有所长条航道的开通，还有高雄起步救难，到今年的凯美风台的救灾，水下作业大队拢伫现场的抢救。已经做10外档的黄建志，讲伊拍算要来写一本水中电焊切割技术的手册，来传承伊的专业技术咯。伫军人节的进前，赖总统嘛真感谢这国军来守护咱的国家。再来看新青安的政策，互帮地产的市场是热扑扑。总统赖清德昨日接受电视的访问，佮再强调讲无限贷令哦。中央银行只是提醒银行讲，得爱注意贷款。今仔早起，中央银行甲银行嘛来讨论针对头一届买厝的族群贷款的问题，要安怎来处理。新青安政策是啥袂少头一届买厝的人来买，不过嘛引起国营银行不动产放款已经甲贷款的上紧绷。头一届买厝的人贷款也慢一卡步，不是排队等贷款，就是无地通贷款。这个一定会影响到我交屋，因为他跟我说最快也是要等到明年的时候。如果等到明年才交屋的话，那我可能会有一个违约的状况。根据金管会到7月底的统计，全体银行不动产放款占总存款甲金融债平均的比率是 26.61%， 有国营银行占的比例是 28% 至 29%， 有北京占的比例是 27% 至 28%， 等是比例占超过 27% 的银行都有13间。截至今年7月底，本行的房贷余额约为新台币4580亿元，较去年年底增加约490亿元，成长率为12%。8月13日来看，已接近了警戒水位。
目前是排队拨款当中，仍可以受理收件。针对市场传出限贷令，总统赖清德上电视节目专访的时阵表示，政府并无限贷令，只是真侪金融机构融资，我要30%的上限。中央银行提醒银行都要注意。初二透早，中央银行请银行来开会，了解各间银行安怎处理放贷甲人客投诉。根据了解，中央银行甲金管会已经采取一致的做法。请银行处理民众申请，客户申请贷款若核准有通过，当客户要交厝的时阵，袂当互因排队等拨款。可能会先是针对一些放款列出一些优先水位顺序，已经签约的就是要如期的来做这个放款。好，那第二个步骤可能才会去研商是不是要放宽72条对新青安的这一个乘坐的状况。这届总统赖清德话讲，政府并无限贷令，希望会当互头一届买厝的人唔要烦恼贷款的问题，房市的买起有机会会当维持稳定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的消费主体，最近互监察院指出讲，数量是达到尾仔的第2名。桃园市政府是强调讲，下半年会有5栋的消费主体会动工，佮有3栋已经会招标了。加上已经完工的计共是有6320户，按算2030年进前地方企业佮加上中央企业，计共是有15000户。车来去伫市中心挖中立火车头的中兴巷社体，过去是老旧警察宿舍。市府引进民间资金14亿起2栋20层大楼，其中1栋分回市府，按算10月开放参观。年底之前应完成申请组甲大的作业。我的朋友想要来租啊，到时候这里租他也不习惯了，不过很好，这里比较靠近市中心，比较方便。不错，离市区蛮近的。如果可以价格不用那么贵的话，当然是对老百姓是好事啊。不少人期待社体煞怨叹厝歹找。根据监察院报告，甲去年底，桃园中央甲地方总共区社体9499户户数6度倒头算第一，敢若比台南较悬。医院这期社体起的速度对比着民众的需求。目前桃园已新办的社会住宅是4629户。大约占我们桃园所有户数的0.05%，新办的社会住宅的速度跟不上桃园民众的这个需求。预计在119年，桃市府自行新建的社会住宅会达1万户以上。若再加上中央新建规划的社会住宅，可以达到15000户以上。社体发展处表示，按算伫今年1月完成5个社体基地开工，启动3个社体发包，也继续整治整体开发区的土地，包含中会区、区定区，也有多期变更土地来增加社体数量。登记目标希望达到桃园市境内户数的5%，差不多是45000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德国东部的萨克森邦，佮有图林根邦最近地方议会选举，执政的红日联盟伫这2个都市拢输甲真惨。其右派的德国人类选择党得票率是真悬这嘛互德国总理肖兹的移民政策佮俄乌战争的立场受到挑战。成就加悬，庆祝胜选。德国图林根邦另类选择党主席霍克面对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赢获1/3的选票，欢喜的心情全部拢写伫面内。这是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伫这个所在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有希望摕到32席，头一摆加做联邦州议会上大势力。Menschen wollen mehrheitlich kein Weiter so. Sie wollen Veränderung und politische Veränderung wird es gegen die stärkste Kraft in Thüringen nicht geben können. Und ich bin mal gespannt, wie die Altparteien dann versuchen, irgendwie eine Verliererkoalition aufzusetzen. Das wird spannend. 图林根州议会有88席要组政党联盟，爱达过半的45席底限。不过，席次第2的是中间偏右的基民党，有23席，甲为左派党脱党的新政党。沙拉瓦根尼、科西特联盟等其他政党都已经表示未加入联盟，和另类选择党相反。Ich hoffe aber auch an die Adresse der CDU, dass dort angekommen ist, dass die Menschen Veränderung wollen. Das Gleiche gilt übrigens auch für Sachsen für die Ergebnisse. Die Menschen wollen Veränderungen. Ja, wir haben schon auf mehr gehofft, ne, dass wir jetzt noch mal viel mobilis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 Mitte, dass Sachsen weiter stabil regiert werden kann. Aber ja, also wir haben uns mehr erhofft.
萨克森邦的开票结果，基民党出第41席，另类选择党40席，正做2大势力。萨拉瓦根尼科西特联盟也有16席，是第3大党。另外执政的红青顶联盟由总理小组所属的社民党加自由民主党绿党组成的政治联盟，是伫这2邦议会选举中失败。离全国大选也有1年时间，无形增加小组伫处理移民问题，采取更较强硬的态度，加俄乌战争立场上的压力。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再来看以色列特拉维夫，昨是有民众伫街头抗议总理内塔尼亚胡针对哈马斯的攻击行动无积极救人，伊嘛拍算讲找你要个继续罢工哦。也毋过伫同一天，以色列嘛轰炸加沙一间正做避难所的学校，有11个人死亡。示威的民众爬起伫高速公路、甲主要路占条的车拢无法度过。这寡民众是知影以色列军方伫加沙一个地道内面找到6具人质的尸体了，情绪激动。时间一天过去，恐惊这种歹消息会愈来愈多。以色列卫星曝光，这寡人质是一个被发现进前48到72点钟，敢若是处决同款，互人开几落枪。There is no time at all. We are asking from our government to stop everything and to make a deal. 示威民众抗议总理纳坦雅胡双手拢是人质的血，劳工团体讲将会伫咧找你罢工。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自早起8点就关闭。面对这款压力，纳坦雅胡讲，不管是谁人杀死人质，拢免想要谈什么协议。哈马斯高级官员讲，以色列古早签停火协议是造成人质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的战火也国加沙的百姓命运愈来愈悲惨。有一间用来做庇护所的学校被空袭，造成死伤。مدرسة صفد الموجودة في حي الزيتون وهذه المدرسة التي تأوي آلاف من هذه المدرسة وهناك أعداد كبيرة من الشهداء وهناك أعداد كبيرة أيضا من الجرحى。因为加沙地区有囡仔感染小儿麻痹，也是25年来第一遍出现。目前以哈双方同意自初一到初三，每天停火8点钟，予64万的囡仔注疫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不曾闹过的震惊的以色列甲乌克兰虽学校嘛已经开学了，也毋过老师甲学生拢未安心。伫乌克兰前线地区的学生囡仔，定定拢爱被空袭警报。某伫波兰、乌克兰流亡的学生，因为语言未通，受到霸凌。就伫查普热的空袭警报响起了后无几点钟，这个市伫礼拜二举行传统的欢校日庆祝活动。家离前线只有40公里，老师家长对战争乌影拢会袂走。Готували найпростіше укриття на випадок повітряних тривог, щоб діти мали безпечний простір, тому що у нас уроки продовжуються під час тривоги саме в укритті. 俄乌战争自2022年爆到即马，当初有真侪乌克兰的囡仔为了逃离战火入境波兰，这下期开始实施生活难民家庭爱接受义务教育，也毋过语言未通霸凌问题真侪。Вони постійно кожного дня чекають того моменту повернення додому. 战火之下，有偌济乌克兰百姓到波兰避难，无确实的数字。这个小热战争大约有13.4万乌克兰学童伫波兰学校读册。根据非营利组织公民教育中心的估计，目前有大约2至8万学童无伫教育体系内，即个当讲，希望因伫上好的情况之下用管机上课。以色列开学季上课的钟仔声响起来，煞不时听到远远传来的轰炸声。 רגשות מעורבים, מצד אחד שמחים לחזור לאיזושהי שגרה, מצד שני היום התבשרנו על עוד 6 חטופים, גופות של חטופים שהוחזרו. לא נכנסים בצורה כיפית לגן. 以色列北部城镇艾玛，在瓦近黎巴嫩边境附近，开学进前就知影真主动定发生攻击。校长表示，这轰炸的声响，较会造成囡仔紧张，会教导因代志发生的时阵，爱安怎求生，可保持乐观正向。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嘉义县中部的阿婆湾，拜六礼拜拢有重型机车伫附近的驾车，车号嘛袂少哦。民众对噪音嘛真反感，有民众就伫路边哦，甲伊喷雾弹，望讲驾驶当骑较慢呢。警方表示讲会来联合环保局等单位重点来稽查，嘛提醒驾驶着爱遵守交通规则。
店仔头前泉水，这柑仔店的住户徛伫路中，抢一寡飘过去的重型奥多摆。这个地点是嘉义中部第三线312公里的所在，因为车路灯弯角度较大，也就是车友所讲的阿婆弯。若到拜六礼拜，就有人来遮徛重型奥多摆，这噪音是砰砰叫，在地居民挡袂牢。店家找伊着甲车路泉水，希望徛车的人看到涂骹澹澹，就徛较慢。规定呢，有的伫做车，有的伫算车，伫遮算。来回安尼就对啊。嘿，对，伫母安尼。哦，足差的。足差到真正，像就挡袂牢。奥多摆徛较紧，去弄到徛脚踏车的民众，人含车拢喷出去。阿伯湾因为长期有摄影师伫遐翕相，成一寡车友特别来遮飘车。除了噪音影响居民，不时过发生车祸，敢若1月到4月就20件。一寡车友飘紧或者是违规改车引起争议，也互守规矩的民众一直喊头。我觉得很糟啊！我觉得你这样子骑人要怎么睡？对，都很吵啊。持续加强重点路段测速违规举发，另于该路段加强多点式拦查取缔执法，并不定时规划与环保、监理等单位共同执行。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拿查，虽掠到13台改烟弹弓含制造噪音的奥多摆，除了重点稽查，这只路段双黄线也按恢复式道关，希望降低奥多摆过弯压车等危险行为。警方也提醒车友唔通超速，唔若危险也会造成居民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顶仔口真侪拢停车搁囤物件，警方一档就接到7000外件的检举。台南市议会要求制定顶仔口管理使用自治条例的草案。也毋过，有新众团体是主张讲，应该爱过路人优先，有真侪无同款的看法，都需要讨论。台南街路车来来去去，民众伫家己家的顶仔口停车，不时互人检举，自豪讲安尼无公平。厝边的汽车会徛咧，你过路人行人会当行，行人到安尼袂使，咁样车高了整袂掉啊！要即家己的厝停者安尼，你就共迄个走。900块拢毋免人趁的呢啦。若无影响通行，敢要开放顶仔卡停车，各县市经讨论真久。台南市有议员提案，要求订定顶仔卡管理使用自治条例，伫合理的条件，甲顶仔卡的使用权还互土地所有人，做警察执法，甲自豪使用顶仔卡的一个办法。大部分都是骑机车，这边的话路是不好停车，因为最近也很多。对，这一来是保障所有权人，二来是保障行走者的安全，三来也是让警察执法机关在执法的时候更有依据。不过，新众团体这边也是坚持顶仔卡是通行优先，认为推动自治条例是在推动恶法。对于民众来讲，他更不方便，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私人的土地，那我当然我可以选择不让你来去通行。我想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我不希望它成为一个恶法。我真的是依法来讲的话，它本来就不应该去提出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目前的草案版本是纵向1.3公尺，沿汽油地保留1.5公尺行人通行的空间为原则。目前举办公听会，各方意见无同款。市府强调讲，今嘛草案也未定案，亲像高雄市自治条例是以相关做单位，未来嘛收集别县市的做法，列入议案，提交去台南市议会审查。记者台南报道。农委会资料显示，讲咱国内大约有1400多公顷的地种菜花，种花上济哦。也毋过菜花囡仔拢单调较济，是真浪费。咱来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因利用加工的技术，互规蕊的菜花拢通食，咱做伙来了解。一般的套餐料理看起来真好食，毋过详细甲看卖，这边的饭那亲像是无啥共款。原来这是花菜菜骨做成的花菜米。中兴大学甲民间的研究团队产学合作，甲一般国内较罕的摕来食的花菜骨，加工变做是米的替代品，安尼就差不多是规蕊拢会当利用。上面的话，半部只有65% 的利用率，有35%事实上都是等于可能副产或是废弃物处理。那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把全部提高到85%。所以整个花菜可以提高将近20%的利用率。食品系教授指出，即阵大家注重健康，不少民众是用花菜米来替代淀粉，嘛减少热量。而且目前国内卖大部分拢是靠进口的，敢若食这花的部分。根据农委会农政报告资源网的资料显示，
国内去年花菜产量就有3600万公斤，有一定的产量。若是会当提悬规丛拢利用到使用到花菜骨的部分，唔会当减少进口量，嘛会当增加农民的收益。另外，这 tomato 嘛会当开发做多元的饮料，提悬市场的接受度。夏天的时候，他们可以栽比较高能的蔬菜，那我们可以利用设施的帮忙，让他们稳定来生产这些产品。那我想，这位农民的帮忙的话，技术上有学校或包括我们加工业者来帮忙，在生产技术上面由我们农粮署跟各样的试验单位来协助。农粮署表示，农民也是会当透过分级的方式，把品质较好的农产精品化就市。也若是较第二坎的，就当投入加工的生产链，提悬产品的价值，嘛会当达成调整产量的目标。农粮署嘛会和农民相关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热浪哦，苦瓜大出，也毋过前一站连续落大水后，台中的大家有真侪土瓜苦瓜哦，拢被开烂去，产量剩一成尔尔。农民是讲哦，以早就算拄着风台，嘛毋捌烂甲安尼，烦恼讲敢是霜雨造成的咧？小可黄一点啊，就袂使卖啊，就断掉啊。规涂骹拢是黄去甚至烂去的苦瓜，农民看了是真无奈。拄着连续几啊届的大水雨，一片面积大约2公顷的苦瓜园，9成的苦瓜拢被开变黄，连叶仔嘛拢打起，估计损失超过30万以上。这种雨吼，降落去含叶嘛破，叶破去含苦瓜就面顶无叶人保护啊。苦瓜本身受到伊的雨水冲刷哦，全特别不了了，都有够多影响的。逐年若到热天，苦瓜就准备要大出。不过今年才拄开始采收，无偌久就受大水雨影响，苦瓜拢强被害了。已经伫大家种苦瓜过6年的农民讲，因过就算是风台内，嘛毋捌损失甲遐尔严重，认为可能是霜雨造成的。捌做风台嘛，捌定拄着啦。落即边雨了后，规个，阮是讲选鱼啊，落2遍尔，叶啊规个拢全打去安尼。农民讲，目前当地青苦瓜受损上严重，白苦瓜因为拢有包起来受损较少，不过青苦瓜普遍拢已经败丛，恐惊爱规片扣起来订正，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斗3工补贴损失，互会当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肺癌哦是咱国人10大癌症死亡率的头名。健保署按算10月份开始，健保要来给付第4期到第3期肺癌的用药泰格莎，一档哦有4000个病人会当受惠，一个人一档是当省115万的药费。也毋过哦，健保就爱支出80亿，这嘛是健保史上高级行业开上侪钱的记录。空气污染加上环境当中各种的烟害，台湾肺癌发生率是真悬，平均每44.7分钟都有一个人得到肺癌。佫是国人10大癌症当中医疗支出上悬、死亡率上悬、晚期发现比例上悬的癌症。为提悬肺癌存活率，健保署按算为10月开始扩大给付肺癌晚期第3代标靶药物。由现行的肺腺癌第4期呢，提前到3期。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给付范围扩增呢，能让医师有好的药可以使用，病人的存活率能够提高。健保署表示，国内肺癌是肺腺癌上侪，致癌基因 EGFR 突变达到55%到60%。国际研究显示，第3代标靶药物泰格莎比第1代降低2成死亡风险，所以将适用对象为即马第4期扩大到第3B期，按算一年新增加差不多4000人受惠，每人每年营生药钱差不多是115万。标靶药物对于抑制癌症的效果蛮好的，但是它有一些像是甲沟炎啊，或者是头皮皮肤的一些副作用，还有拉肚子的副作用，会让人家很困扰。那新一代的药物，它对于这一些副作用下降是蛮明显的啦。健保署指出，未来新制上路了后，泰格莎健保优惠支出会增加41亿到50亿，一年支出差不多是80亿，会刷新健保史上单一药品年支出相关的记录。另外，为9月开始，健保署也新增加给付46项达文西机器手术手术，病人相关营生12万，每年受益超过8000人，健保支出增加2.85亿。记者综合报道。
未来是人工智慧的时代，教育部今仔宣布讲，台大、清大、成大等25间学校，要来成立台湾大专校院人工智慧学定联名，互不讲恁去学生新的学期会当看校线顶来学 AI 的课程。上课的时阵，台大老师咧教有关 AI 科技、机器学习的课程。这节课因为 AI 伫全球真时行是真受欢迎，为了迎接 AI 科技的挑战。教育部长初二宣布，由台大、清大、甲成大等等25间学校成立大专院校 AI 学定的联名，或者会真珍贵 AI 的师资甲资源，会当伫学校之间交流。那我们目前预计的班级人数是500人啊，这人数看起来当然比刚才的要稍微少一些。那因为这个课程实际上是一个很吃重的课，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助教资源。整个运作上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把1000个人数再把它倍增，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后把它扩增到上万人。教育部强调讲，无共领域的学生新学期会当下学校线顶上 AI 的课，内容包括初阶探索应用、工业应用的学程，也有进阶自然语言的技术、甲视觉技术的应用。是不是能够透过跨校更多的合作，打台湾队、组台湾队、这一个打国际杯，我想这是我们所努力的。我们并不讶异的是，其实这个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在 AI 的笼罩底下。包括像政大等等人文科系为主的学校，嘛有加入联名，做伙共享资源。对企业来讲，劳动力就是竞争力。第二个是对 AI 的焦虑 ，AI 是从上到下，每一个企业主都非常 care。未来学生若是完成学程，摕到学分学程的证书，代表有 AI 专业能力。业界人士认为讲，联名整合各间学校 AI 的教育资源，会当补充业界对 AI 技能人才的需求。伫引人的时阵，嘛会列入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企业减碳，农业部林业署透过无同的专案来鼓励企业用家己的专长，包括种树啊、生态保育、保存山林文化等方式来减碳。咱做伙来了解。一个国家拢面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像热伤害、可旱涨大水等等，减碳是国际的趋势。为着要达成台湾2050空净零碳排的政策，林业署伫4月推出自然碳汇和生物多样性媒合平台，最后成功媒合11间企业。林业署伫9月初2办发表会，希望会当继续带动公司部门的合作。企业共好，一起进来，一起做，所以我们一起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一个多样性的平台。不只在森林的保护，不只在文化的保存，而是切切实实的跟上我们国家的双轴转型，一个是绿色转型，一个是数位转型。碳汇的意思就是保存碳的仓库，上好的仓库就是咱的森林、大海和土马。为着要兼顾维护生态多样性，甲减少企业对减碳的顾虑，林业署招学者共同推出多种碳汇专案，包括种树啊、生态保育，也有保存山林文化等等。鼓励企业做伙来参与，嘛通对着国际所要义的 SDGs 永续发展目标。再来呢，就开始进行专案的执行。那最后呢，由政府，也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我们会来进行一个成果的查核，最后完成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成果证明的核发，也会特别注明它所对应的 SDGs 的哪些项目。林业署嘛表示，设立这个媒合平台，唔那是鼓励企业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减碳、增加碳汇，嘛希望透过合作，用维护生态的方式，进一步带动生态旅游，增加山村的工作机会等等，佮通互愈侪大众愈了解减碳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来看宜兰头城的大代志，唱歌暗时要起鼓，因为进前有7队因不管讲比赛进前爱超身躯，所以放弃比赛。大会搁找其他7队来补，所以结局嘛是有12队参加。村民已经甲13座的歌赞、歌、游戏、肉粽等制品嘛吊挂上歌平咯，已经做好唱歌的准备。伫炮车当中，一座搁一座的高站，互吊车吊到高坪顶悬，有13座的高站，由炮车镇8大庄的村民精心编的国版游戏肉粽这制品，各村的老人也伫保强，保障选手安全。用推仔将木桩拍入高站内底，互吊搁较严，包好制品甲顺风机了后，就已准备用吊车挂起来。好大甲时间到，收过来才有8成出去，去你抢。
唱遐挂旗啊，唱马呢。双套节到最后是双套节。为什么是要用双套？双套节的话比较老。比较老。对，因为你火节的话容易松脱。不过今年头城唱歌比赛进前发生器材风波，有7队因不办大会要求，被进前爱是有在破超新，发生连器材大会决议将器材7队除名，和比赛队伍不够好，再重新开放报名，够另外7队来补救。我们所有的选手最后的领队我们再开一次所有的选手领队他们都把切结师都遵守大会规定的，大家都是公平公正的。中原制定协会表示，暗时10点所有普渡仪式结束了后，比赛伫11点开始。这摆参赛队伍领队拢有签切结书，同意遵守比赛相关规定。比赛规定一直公平、公正、公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部有2个国中老师应该英国的文学作品《纳尼亚传奇》翻做台文，佮找8个台语老师来配音互世界文学嘛有台文甲台语通看通听。就算讲真正有一个国家伫遐，时间基本都无够，女士去遐去抓，佮倒转来。台语老师用声音扮演册内底的角色，因读的是经典文学《纳尼亚传奇》。这几年世界文学翻译做台文的作品哪来哪济，不过大多数是针对拄开始学台语文的囡仔较济。同款是国中老师的王宗宪甲 Stacy Liu， 因2个人是将《纳尼亚传奇》7本册的头本、西亚、母语甲唐书对英文作品直接翻译做台文，互故事的情景更加带进原文。这种模叫做 Dance's Caps，dance 的意思就是蹦踏。咱若甲翻译安尼，可能唔知这是啥物背景。还有阮的注解，阮全部拢是用台语。有看过电影，伊阁有文字，阁有声音，会使互伊安尼配合。我相信对囡仔来讲，伊就袂遐青分。王宗宪老师表示，目前也无法度使用 AI 大量翻译做台语的语音，所以因除了将英文翻做台文，佮请8位南部腔的台语老师斗阵配音，加做成有声册，用台语来播戏，协助囡仔学习。现场甲国中又有高中的台语老师，因嘛拢真肯定这种做法。经一段较趣味的所在的部分，家己互学生听，家己录音听看卖，恁听到是啥物，引起伊的动机，若有兴趣的人来甲我借册，可能会当甲课本去做结合。就是伫课本内底可能有教着迄个可能亲情的部分、兄弟姊妹的部分，得当甲即个主角去扛做伙。参与座谈会，台语老师嘛讲，这几年台语的本土文学已经发展了真好，望有更较侪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会当翻做台语文，互台语文的学习者有更较多元的选择。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文化部伫顶礼拜六伫金门办第3场针对台湾台语的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有金门的乡亲是真不满因认为因讲的话或者金门话，甲台湾台语应该是同款的地位，无应该甲因讲的话当作是台湾台语其中一款地方的腔口。为着要讨论台湾台语的各种议题，拜六文化部伫金门有办国家语言发展会议，说因为甲金门腔看作是台湾台语的地方腔，互在场的金门学者乡亲真不满，希望正名做金门话。呼吁政府要重视金门话的腔考察和历史发展上的主体性，爱甲金门话看作和台湾台语同地位。金门人认为我们讲的话就要叫金门话。整个语法法包括这些语言名称的讨论过程，我觉得金门人不是没有发生，也有发生，但是可能相对小声。所以台湾的官员或是学者、主其事者在规划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忽略了。针对金门话的名称，文化部表示绝对会尊重在地的叫法，嘛指出金门话若准没有独立的语言认证，也着金门县政府导出来。无想到讲。阮的一寡作为，实际是讲表达了无好的时阵，会互咱金门的乡亲感觉讲受压迫。这个代志，阮的检讨绝对会来处理。所以名称是一回，名称我头已经讲啊，这绝对尊重。看大家是要用金门话，还是要用金门闽南语，这着大家落去讨论。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教育部的台湾台语词典一寡词虽然台湾本岛嘛有用，不过有的甲金门的用法是真无相，嘛有小学的老师讲，目前金门话的课本也是民国100年的是县政府自编的教材，已经无合108课纲和需求，教育文化部和金门县政府拢着重视。伊的用法，甲金门人平常时的用法可能都无共款，爱见啊记一个语词伫遐也无用法。所以对金门人来用这词典，其实都足无方便的。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即个叫做罗马音标，伊是无伫个课本内底的。但是即摆伊若要学闽南语，伊拢需要看即个音标，吼。所以即个希望未来伫个编教材的时阵，会用归即个部分放入去。现场也有几位参与者表示，侪金门人也毋知有即个国家语言发展会议，要求文化部针对金门话的讨论，伫台湾甲金门拢加办一场。会议主持人是表示，会甲遮的诉求讲互文化部了解。记者刘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来看今年的南回艺术季是以更加环境保护做主题。台东县政府嘛邀请国内外艺术家、各团体，伫南回公路沿线创作5件艺术品哦。拢已经完工了，望各位当社观光客来台东佚佗，那么做伙来欣赏。为南回公路进入台东，伫大埔乡海滨公园看到的第一件南回艺术作品《新天使》，以瓜沙头海翁作为意象，艺术家各家己的卡车拼装一对石鼓，要唤起咱人对海洋废弃物破坏环境的重视。为香港来的旅行团看到这种甲环境互动的艺术创作，拢感觉真稀奇。感觉很好啊！以抹香鲸长着翅膀的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在台东的海岸，把这个意义给它转化一下，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环境的新天使。今年的台东县南回艺术季有5件作品，官府表示，这摆以光为创作主题，作品设置的地点为大金乡海埔一直到太马里乡海埔，拢是日头升起来所在，用伫当地的生活甲文化。这样子灵感从哪里来吗？救生圈代表着一种对世界的一种爱，对人对一个环境的一个保护，对人的一个保护。我的作品上面，我就把人变化成一个像鱼头一样，就是想说，还是要找到那个光的来源。我们只知道那个山是太阳升出来的地方，从来不知道太阳还是从海那一边来的。官府表示，这5件作品，毋但是日时啊有海天一色的美景做伴，暗时啊也有满天星照出作品的线条，欢迎民众来欣赏。也毋过也要提醒民众，爱设计甲作品互动，更较毋通伫作品的4块为制作本数。记者综合报道。沙美等布袋戏哦，让乐东搁再推出新的作品，这届是有70身的红仔做伙演出咯。这届表演的主题甲性命有关系，望讲观众来思考放弃急救要安怎来度过性命落尾的日子。故事的主角是倒伫眠床顶面，身躯边的家属面对着治疗，互伊一世人倒伫眠床，也是放弃治疗，互伊离开的选择。家己阮布袋戏表演艺术团队3麦堂新推出的红仔音乐剧当中，加入病人尊严甲善终的议题讨论。放弃治疗这件代志袂当用这个名词因为放弃治疗就是你放弃伊的希望咱是选择要互伊好好去，还是要选择互伊留落来较久，这是一种选择，永远拢毋是放弃。因为破病无救。迄当阵就感觉讲讲实在，当阵我看较哭。即届呢，伊竟然阁有一个讲救到要救，我天啊，为虾米？做人一定爱遮尔啊揪心。3麦堂自2018首演音乐剧《如情似水》了后，故事甲角色拢受到真侪人的介意。经过6档以后，这届新推出的作品，毋但增加生死议题讨论，搁制作新的音乐甲22身新的红仔，希望会当互这出音乐剧有新的感受。希望这首曲子里面要传达的也是，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像我们希望的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要怀抱着自己的理想，然后继续往前进。这出音乐剧串在一起，然后还加了公孙长歌啊、去年的莫浪等等等的一些主角，都把它串联在一起，这样。3麦堂表示，因的红仔音乐剧毋是干那武侠的功劳，颠倒较侪人性亲情的故事，即个透过团员自身的经历来写这个剧本，毋但分享因对病人生死的看法，嘛希望透过故事会当互大家来重视这个议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一个好消息，咱台湾U17排球代表队去保加利亚比赛，一路拍到铜牌阵哦，以3-2赢西班牙队，摕到铜牌。这嘛是咱台湾伫世界级排球比赛摕到的头一块奖牌。
关键一个杀球对手无度接落来，现场传出欢呼声。教练冲上台，甲选手摸斗阵，台湾男排创下纪录，伫 U17世锦赛夺得铜牌。大家欢喜斗阵翕相，心情真激动。台湾排球少年到保加利亚征战 U17世界排球锦标赛，一路克服困难，成功进入4强赛，最后伫铜牌战是以局数3-2打败对手西班牙。我们心里就想说，他们4强，那我们也要4强。那个时候教练在比赛前就鼓励我们说，那个假如我们夺牌的话，就可以跟大家，一直可以跟大家说，我们拿到那个世界第3，这样讲的。然后女排球的教练者话后，团队士气拢有起来。比赛时接发球无顺，随调整。第5局大战中险胜，难免遗憾讲无摕到这金牌。不过教练一员真俄罗选手表现已经超过预期。本来是目标设在8强，我是来到了这里才有稍微有比较大胆的想法，可有夺牌的机会，反而他们后面有点绑手绑脚。回想这比赛过程有夺牌机会，教练坦白讲，选手发都能有压力，一直甲伊精神化话，爱大家莫想遐济，好好拍球。即摆得到铜牌，除了欢喜也是欢喜，更加写下台湾队史上好成绩，摕下排球史上头一面世界级的奖牌。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